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年过年有10天的连假，今仔是上班的最后一日，还未过到国道5号车就真多，初2到初4可能有寒流，高山有机会落雪。瑞哥传出的总时，行政院表示，今仔立法院总预算商讨了后，苏贞昌院长会去第买报告瑞哥该做安排。去年台北市的店租是以中山区的上款上贵，一平会当租到15000块，东区一平已经达到11000多块了。明仔开始有10天的春节假期，今仔是上班的最后一日。高速公路局是表示讲，国道5号伫还未过道，车就已经真多了。预计今仔规天车流量会比普通时啊加一成。另外，过年的天气变化是真大。初2到初4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甚至有寒流，北部温度只有10度左右，高山嘛有可能会落雪。过年连假进前上尾天的工课日，高速公路的车嘛比平常的量多淡薄。高速公路局表示，19规天的车流量推估是109万车公里，比平常加要1成。另外，伫国道5号的部分，顶部就开始出现车流。以国5南向的话，会从10点左右开始出现车潮，那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之后就会逐渐疏解。那其中也包含一些先出游以及返乡的民众。高公局表示，有个春节落南的头一波车阵会出现伫19到21暗时，过来就是22初1，高峰伫初2，周北上塔会伫初4左右。国道嘛自20到29的特日子时到透早9点暂停收费。10天的连假天气，气象局表示，伫初2开始到初4会受冷气团南下影响，无排除接近寒流，北部气温接近10度左右。除了初4这段期间，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这时候迎风面下雨几率又会逐渐比较明显。北台湾下雨明显，东部下雨也比较明显。这时候配合的温度如果搭配得宜的话，要提醒北部高山甚至有一些下雪的机会。气象局表示，20北部东半部会小可落雨，29暝到初1东北季风减弱，但是初2到初4搁较变寒，然后气温搁淡薄回升。嘛因为连假气温起落大，提醒民众随时注意天气资讯。记者电话里开台北仓报道。之前因为一直落雨，房山的苏花公路大高线大清水崩坑的路段，伫昨暗头5点开始已经全面通车了。本地今仔才会当全面通车的大清水崩坑，伫工程人员过年前赶工，伫昨暗头已经完成补强的工程，目前已经全面通车。伫过年期间规天拢会有人监控，团队佮救灾的工具拢会待命。若是天气无介好，雨水真高，会有崩山的几率，得随时来封路。民众若是有经过这路段，嘛要随时注意路况。再来看，咱过来今仔是增加18024个本土病例，有48个人死亡，195个人中重症。明仔载开始有10天的年假，指挥中心表示讲，伫过年期间若是确诊，全台湾有192间的病院有开放视讯看诊。另外对中国入境的旅客，高达统计阳性率是超过1%。过来目前嘛无发现有新的变种病毒。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认的本土病例有18024位，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390位，那死亡的病例跟之前上个礼拜的这基本上是差不多，有48位。那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春节连假期间的医疗服务，我们今天宣布说，我们指挥中心启动一个春节的专案就是说，目前我们总计有这个至少192家全国的医院是以急救责任医院为主会在春节的10天连假期间呢，来提供每一天的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视讯门诊来做快筛阳性确诊跟治疗给药这些的服务那另外就是它会成立这个24小时的民众的就医咨询专线，来让这个有阳性或者是确诊的民众可以进线来提供线上的一个咨询入境来台旅客做唾液 PCR 的采检那从1月1号开始，那统计到1月17号的话，那总共采检数是接近3万，是29372。那其中确诊的有3617所以它的这个阳性率总和起来是12.3%那并没有验出所谓的这个新的我们未知的这个变种病毒
今年过年放10天哦，假期是真长。有公共卫生的学者是真烦恼，讲 BQ.1 和 XBB.1.5 这新型的变种病毒，有可能伫过年了后佮开始传。若是疫情又佮压起来，一波的高峰有可能会伫3月初一日会有3万例。也毋过因为疫情2冬外咯，总算是等到解除封锁，所以今年过年出国的人是真侪。今仔早起，桃园机场的人就查咯。桃园机场出境大厅人真多，因为28、5过着春节10天的假期要开始啊，真侪民众要出国过年。有人惊讲通关排队排真久，所以提早来。柜台办 check in 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上人比较多？对，人会比较多。所以大概排了多久呢？大概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有公益学者担心，台湾边境解封，国家上入境检疫的天数改至0+7。BQ.1 一个 XBB.1.5 等新型的变异株，可能会对着个人进出国门，一个春节日的团圆时阵，佫造成一波流行。高峰期可能会伫咧3月初。每天的确诊数有可能到3万例，也毋过有感染科的医生认为，就算是疫情个欠悬，对社会影响应该无大。非变异的病毒株，它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它不管是一个疫苗引起的，或者是自然感染引起的，它对于变异株多少会有相当大的一个保护效果，尤其是对重症跟死亡。除了爱防止新冠病毒，流感病毒也开始流行。疾管署伫咧最近公布，新增加一例流感重症死亡病例，累计这几个流行季已经有4例流感重症病例死亡的个案，拢是无注过流感疫苗的时大人。以昨天为例，昨天其实光这样子的症状我就筛出4个，全部都是 A 型哈。那表现，所以除了 COVID 的流行之外，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医师可能还在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呼吸道感染的情形的出现。医生警告讲，在春节期间，大家做伙活动增加，再加上免疫负载，在过年后有可能的新冠、流感一个诺病毒3种病毒最能流行。建议民众在咧过年前就要先注新冠次世代疫苗一个流感疫苗，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时大人甲幼儿啊，应该尽量莫去参加大型的聚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传出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会宣布辞职，会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院长，前佳人市长林右昌会接内政部长。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讲，下晡立法院总预算案商讨了后，院长会去立法院质疑，会向民众来报告内阁改组的安排。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19年前上尾一遍行政院会，各界咧推测讲，行政院长苏贞昌会来请辞。这个时阵，民进党正国会真侪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讲新内阁应该爱多元化、少年化，还有民主化，任用出身民意代表，也是讲县市首长来担任阁员。1/3以上由担任过立委或者是县市长者来担任新的内阁组成，应该有这样接地气政府的一个思考。正国会安尼是正有替前佳人市长林右昌来扛桥的意思，传出林右昌会来兼任内政部长、经济部长王美花，还有交通部长王国材是会留任。新任的院长是前副总统陈建仁。陈建仁伫18回应讲，伊无去互问到，不过嘛传出讲过年了后才会来启动改组的讲法。不管在什么位置，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事，都是他喜欢的。也要等到这个预算通过之后，才会一起跟各位、跟国人报告。立法院伫19总预算案爱三读，不过发现金的全面共享特别条例煞卡掉的无共识。国民党团的记者会表示讲，只要若是同意发1万块，安尼随时拢会当签字。是民进党团挑工要来延前。立法院长尤锡坤伊是呼吁大家讲，都爱各退一步。想要恋战行政院长的职位，所以演出的一出戏啊！我们呼吁老柯建铭回头是岸。总预算案会伫下晡来做表决。若是讲顺利来讲，望会当伫尾暗啊完成三读，到时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到立法院来质疑，是毋是要改组，到时嘛讲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拜登家己机队前一站去美国加州参加玫瑰花车的游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早起就去8一路中来鼓励这学生囡仔。另外，针对内湖形成社会主体工程问题，蒋万安表示讲，会要求爱提出专案报告，嘛保证未来社会主体验收的机制，避免这款状况搁再发生。From Taipei, Taiwan. 8一路中5日机队进前接受邀请去美国加州参加玫瑰花车游行，这群回国。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早起甲教育局长童志明这领去8一路中为免光景回国的队员。我们就特别选在今天，他们都考完试，心情比较放松，特别来给予他们支持，然后也感谢他们为台湾做了一个非常美丽动人、成功的国际外交。验过台北市形成社会主体，团做几多项工程的确实，蒋万安提出3点要求，包括确实专案报告，一个确保未来社会主体验收的机制，就要避免这种情形搁发生。为立即要求都发局去即刻先来解决住户的问题。第二，也要调查这一次会出现相关缺失的原因，提一个专案报告。第三，当然也就是未来相关社宅的新建，一定要确保施工以及验收的机制。每看年啊，路的车愈来愈多。蒋万安讲，已经指示交通局也个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伫咧几个重要路口，一个容易塞车的路段，进行车流的疏散。因啊内湖的交通问题，蒋万安讲，交通绝对是未来施政重点中的重点。除了提出短中长期的规划，也会继续做滚动式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员工洪表出讲，长期泄露个资，健保署嘛展开内部调查，早起公开说明。健保署指出讲，这个细节的科长，伫过去10档有查过超过13万笔的资料，也毋过拢是为着做统计分析才调档案的，并无甲档案另外 copy 落来的记录，所以目前是查无证据显示讲，这个科长有资料外泄的行为。健保署标出内部职员疑似甲民众的个资泄露出去，时间有到13年。昨日有媒体公开讲，检调扩大清查了后，发现承保组细节同仁查询民众投保的资料有到13万笔。健保署启动行政调查了后，发现讲无证据显示资料有流出去。谢姓同仁在107年的8月3号到8月8号期间，有大量查询大约10万多笔的个人资讯，目前查有公务依据。初步认为符合个资法第15条第1款的执行法定职务必要范围内的查询。健保署表示，这个细节当然是因应107年7月份退休公务人员前领月退休年金改革制度实施，退休公务人员若爱用第一类惯属的身份投保，却是改用第2类、第3类职业工会、甲农协会身份来投保，会影响健保保费的收入。为了评估整体状况，才做统计甲分析。此项调阅目前是查有相关公务的办理依据，以及也有分析统计的结果可以佐证，并不是刻意针对特定的国安机敏人员的个资进行查调。据目前的调查，并无该笔资料由遭人以 USB 存取析出的 log 记录。迄若负责承保业务超过10年的姓李的职员，伫咧查询有权限的期间，分别查询13万3000多笔、甲3万5000多笔的资料。健保署讲，这个职员调阅的数量无济，目前还佫伫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有一个75岁姓李的阿婆，最近是摕旧的美金去银行换新台票，也毋过说互银行员发现讲，伊摕的是假的美金。银行报案，阿婆是向警方表示讲，是朋友拜托伊去换钱，伊嘛毋知影讲是假钱，也毋过嘛是向依法上班。查某人来到柜台要换纸票啊，甲美金要换做台票，甲看这厚厚一纸的100块美金，拢总有50张。毋过行员一个接手，就随发现讲代志无对同。真诶，甲假的票啊，甲彼此看卖，差不多是分袂出有啥物差别。70多岁姓李的女子到台北市这间银行，要用假钱来换，煞去互掠包。伊阁甲警方讲，伊毋知影讲这是假钱。李姓妇人辩称不知道这是伪钞，系受邻居陈姓妇人之说才到场汇换。警方循线通知陈姓妇人到案，亦称不知道这是伪钞。两人侦讯后，
依伪造货币罪，移警地检署侦办。就算讲伊一直咧驳回讲伊唔知情，不过要是互警方甲移送法办。行员阁甲警方讲，伫咧去年年底时阵，伊就捌2摆真成功用这个假钱来换掉，只是讲迄当阵连银行的人嘛中计，因为伊摕这款美金是旧的美金，伫咧分别顶悬有困难度。要叫我收这些旧版的货币，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有这些辨识的能力，不然的话，不小心收到这种超级美钞的话、超级伪钞的话，是蛮累的。用透光检视的时候，可以在钞券的右侧部分可以看到那个富兰克林的水印。警方要分别真的甲假，嘛是爱透过透光鉴定了后，检视浮水印还佫有安全线，才佫甲看这个正平的下角票仔的油墨变化，提醒民众。旧的美金即马伫咧市面上已经无流通，改用新版的美金来发行。假使若有人摕即款的美金，要是卖甲收，安尼较妥当。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发现市面上有真侪假钱哦，中华警方又搁查到有一个伫外省北大的送会员趁找钱互人客的时，嘛用假钱找互人客。目前已经有4个被害人哦，专案嘛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外省北大的业者是表示讲，会停止甲这外省员合作，卖来配合调查。外省人员来到槟榔档送食，要找钱互人客的时阵，所摕的100块纸票，这一沓内底竟然夹假钱。中华警方最近陆续接到民众通报，讲收到假钱，随着组专案小组来办案，查这个省内外省人员。警方伫咧伊的徛家和伊的身躯顶，查到2张1000块、5张500块，也佫有200张100块，这全部是假钱。利用外送送餐的机会，那找零给民众的时候，夹带100元伪钞，它的一个编号都是一样的。那上面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印章是玩具钞。详细甲看这100块的假钱，上尾5个号码拢是880 VJ， 顶头阁印着玩具纸票的字样。这个省内外省人员去年11月伫咧购物网站顶头买着假钱，利用外省的时阵，甲假钱找互人客，时间已经连续要3个月，目前有4个被害者。槟榔档业者表示，当时收钱的时阵无注意甲看，是警方来调查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受害。警察打来我才知道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假钞，我也没有摸，我就放着，我就放在包包里面。警方即马当透过嫌犯的外送记录，全面调查讲伊趁着偌济乌心钱和偌济受害者，专案依照涉嫌刑事伪造货币、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另外，外省平台业者是表示，目前也未接到警方的通知，若确定犯罪事实，会随停止合作配合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以前解放出国的人是愈来愈多，小数提醒讲，回国买回来的食品总共的金额是袂当超过1000块美金，嘛袂当阁卖互别人，掠到上济是会当罚300万。这几天传出网络也是民间咧卖中国製螺絲粉甲鹹土豆，因為無經過政府核准，所以全部落價回收的事件，食藥署提醒，廠商進口需要查驗，若民眾要家己按國外買食品回來，要注意條件。对于一般食品供个人自用，它的价值必须在$1000以下，而且重量在6公斤以内。很多消费者也喜欢在国外买一些定状、胶囊状的食品，这一类的食品每种至多是12瓶，那么合计不可以超过36瓶。除了个人使用的食品有条件限制以外，食药署嘛警告，进口了后，若转做商品卖互别人，就会犯法，上悬罚300万。消费者买进来之后自己上网去卖，或者是说自己吃不完再拿到网络上去卖，就会违反我们食安法第30条，这个部分是可以处3万到300万。建议民众伫国外买食品进前，会当先看食药署网站的国外消费称扬顶，避免买过量，也是买到有问题的食品。记者麦上郑准由台北报道。昨透早台北市内湖的康宁病院有一个查甫人，伫毋是探病时间半暝要去病房看亲人。护理师是讲半暝可能无介方便，这个查甫人就对这个护理师起骹动手，护理师的面红拍甲全拢是伤，嘛已经报案，也毋过这凶手是还未到案说明。头壳几个所在肿起来，目睭乌青，颔骨嘛红了着伤。一个设立子的护理师，收到18半暝雄雄叫患者的家属拍的情景，也是感觉真惊吓。
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现在是半夜，然后长辈他们也都在休息，不是探视时间。然后他就说怎样，这又不是大陆，然后就开始狂打我，就是打头啊，然后就是从门口那边一直打到洗手台。伫护理之家，半暝并不是探视的时间，加上病房内底大部分拢是调床的坐伙人，护理师莫名其妙叫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乌白拍，煞无法度化救人，轰拍3分钟至5分钟了后，同事才发现无对当，赶紧报警察。不过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早就已经离开病院啊。这个现行犯离开了之后跑掉了，结果呢，当事者还要去做笔录，这样子情况之下太不公平。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以恶质的行为，互院方去甲提告。内湖警方嘛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专案以伤害甲医疗法等等相关的责任追究办理。林姓犯嫌打人后随即逃离现场，护理师头部、脖子有淤青及擦伤，已致本所提告伤害罪及医疗法。目前本分局已掌握犯嫌身份，将迅速带案侦办。红牌护理师即马只要看到电梯的门开的情景，要是感觉真惊，烦恼嫌犯会阁来乱。院方虽然有加强门禁的管制，不过卡手要是有限。国内直发生医疗暴力的事件，嘛显示医护人员用心地照顾患者，伫工课场煞无法度有安全保障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微软公司因为经济衰退，宣布要裁员1万个人，大约是全球5%的员工。嘛是伫面册 Facebook、Amazon 大规模裁员了后，对于全球的经济无信心，以裁员的手段来应用的科技公司。微软公司伫10月讲将会裁员1万人，并且用12亿美金支付遣散费、硬体设备的更新，抑个其他相关成本的支出。这边裁员大约是全世界员工5%的能力，比去年的规模抑更加大。A lot of companies are using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get more efficient, to align their cost structure with their revenue base. These types of cuts would not impact their ability to grow, their ability to sell. And even their ability to innovate. 微软首席的执行长纳德拉伫咧互员工的批内面讲，公司就会正谨慎的做，因为全世界部分地区即马正经历衰退，也按算其他所在也会出现衰退。伫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科技业的需求正强。不过即马来到后疫情时代是已经开始下坡，微软这个时阵裁员，不过也准备伫咧关键战略的人工智慧领域扩大发展。也就是最近伫咧传讲，将会对开发出开讲机器 ChatGPT 的幕后团队 OpenAI 加码投资100亿美金。有人因为经济趋势无头路，不过也有人因为敬业得到实质的收益。当欧洲真侪所在因为通膨欠悬出现罢工的行动，奥地利35岁查票员马丁霍夫曼是因为逐工拢去上班，并且伫咧工作正认真，得到公司加薪。Jawohl, einmal um. Einen super, perfekt, Dankeschön. Ist gut. Jawohl, Dankeschön. Auch so, das geht ja dann nicht nur ums Gehalt oder nur ums Geld, sondern auch um weitere Bedingungen, Arbeitsbedingungen, die auch rechtlich im Kollektivvertrag festgelegt wurden. 马丁霍夫曼伫咧去年12月得到加薪10%，相对有相关协议感觉正满意。当局甲工会伫咧情势失去控制进前，采取缓和的手段解决冲突，得到双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乌克兰东部有一栋公寓受到俄罗斯的攻击，造成45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乌克兰正出名的博胜谷的教练，伊前几天才打帮查囝庆祝生日，就不幸过往。另外有一个俄罗斯的佣兵走去挪威寻求政治庇护，嘛表示讲伊的手中有俄罗斯犯战争罪的证据。这间灶卡温室的装潢看落是真温暖，不过规栋厝的壁是互飞弹炸甲脆炎炎，敢若剩残骸。小内外强烈的对比显示战火无情。这间厝的主人是乌克兰真出名木姓谷的教练克伦诺夫斯基。无偌久之前，伊才伫这间灶卡替因查某囝庆祝生日。即马因为空袭全咧行起，一个花失去亲人，因的亲戚朋友嘛感觉真悲伤。Которые показывали высок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как малыши, так и взрослые ребята. Наша спортивная школа, город, область и,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ю, вся страна гордилась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его спортсменов. 乌克兰东部第聂波罗这间高战楼悬的公寓，顶礼拜六受到空袭，造成至少45个人死亡，79个人受伤，还有20个人失踪。因为已经无啥物机会要活咧，所以目前救援队已经停止搜救。
乌克兰当局嘛承认讲，这条空袭使用的反舰飞弹，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无法度甲伊拍落来。英国国防部分析，这种反舰飞弹精准度真歹，较会去伤着无辜。可见最近罗西亚军方精准武器的库存已经剩无偌济，才会国不利将提出来使用。另外，提供罗西亚军方佣兵的瓦格纳集团，将指挥官伫人权团体协助之下，下过罗西亚甲挪威铁网围起来的边界。去互挪威警方逮捕，伊嘛是头一个逃去西方的罗西亚佣兵。Мне известно достоверно о 3 расстрелах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именно которые пытались совершить попытку побега с госпиталя по ранен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звестно о 10 расстрелах, это именно привозили на полигон КНУФ. 律师表示，瓦格纳集团无经过同意，就延长恰梅德维杰夫的合约，伊烦恼家己性命嘛难保，愿意提供罗西亚反战争罪证据，寻求挪威当局予伊政治的庇护。公司新闻牛间编译。这些车祸的现场无一定有固定的监视器，为了要鼓励民众提供自用车顶头监视器的资料，协助调查交通事故。高雄、台北、台中拢提供奖励金。台南市政府嘛宣布讲，嘛要提供上济1万块的奖金，望民众当斗相共来查车祸的真相。轿车对后壁弄到乌托邦造成交通事故，加载真加厝有监视器，才当互警方了解事故原因。若准路口监视器翕无到，警方要追查就是真困难啊。因为安尼生台南市也定奖励金核发要点，提供奖金的方式，鼓励全民做伙来掠逃走的人。经过审查核定了后，就当请领奖金，上悬当领到1万块。人心啊是最美的。那台南的话，我们如果再多一点点奖金的话，我相信有一些可能他们也可以非常乐意的提供出来。如果现在因为有奖金了，会更可能会鼓励大家，除了有正义感之外呢，还能不能看到奖金的份上，然后来发挥正义的力量。根据实施要点，民众检举肇事逃逸事件或者是一般交通事故所提供的录影资料，拢需要制作单位记录、调查笔录，而且提供真正名姓等正确资料。另外，检举肇事逃逸，而且协助警方侦破案件者，依照受伤、重伤、死亡不等案件，每一件提供3000、6000、1万块的奖金，而且提供录影资料协助警方厘清事故原因者，也有奖励金。检举肇事逃逸案件，然后并协助警方侦破者，依受伤、重伤及死亡案件，每件可请领3000、6000及1万元奖金。那如果是提供一般交通事故的录影资料，那协助警方厘清肇事原因的，我们分别会依受伤、重伤及死亡案件，我们分别会提供1000、3000及5000元的奖金。民众影像等资料检举车祸案件，会当帮助被害人有奖金通好摕，是一检二顾。不过警方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无细腻发生车祸，一定要通知警察，千万唔通家己离开，避免去犯法。若准害人受伤或者是死亡，而且过来逃走，就要担起肇事逃逸的刑事责任。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昨暗台南的新营一间金仔店发生抢劫，一个嫌犯假讲要买金仔，结果甲规盘的金手指抢走。金仔店的头家爸仔囝溜出去掠人，附近的民众嘛来斗相共，甲嫌犯掠起来交予警察。穿乌外套的嫌犯，双手拢互警方扣手铐，十倍医生2遍去云楼讲要买手指，到暗时7点半第3遍去，无想到讲规盘的金手指抢的就走。云楼头家爸仔囝赶紧入出去，一寡过路的民众斗相共掠人。看到警察上手带出来就上手铐了，然后就问一些东西，然后就带走。新营区第一市场内面行啊拢正多，嫌犯伫咧走的过程，抑阁摕辣椒水攻击，好降载互证人压制。警方接到报案了，遂赶到现场掠人，发现是有案底贼仔。为什么经这间云楼抢？犯案的动机抑阁会调查。被抢的这间云楼估算，这18卡金手指，伫市面上的价值差不多20万。这间云楼伫咧去年就已经互人抢过1遍，无想到讲今年过年前又阁互人抢。头家讲真正会去拜拜求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第74期大寮区5处自办市地重划案，开发的面积有8公顷外。伫2当前，市政府已经核准实施市地重划，也毋过有26户拒绝，所以嘛是互划入去重划区内底。今仔早起有上百个反对重划案的民众是去市政府庭前抗议。市长，你连见我们你都不要啊！我们
是历代市民啊，要见一面这么困难吗？非常伤心的是，大人缀着厝边来甲市府进行陈情。反对土地掠夺！反对土地掠夺！拢总26块100万名反大寮区74期5处自办电话的自救过程员，部分早就拒绝电话，还佫互划入去范围内底。居民嘛指控，徛喺附近陆续看到围篱来划地，以及怪手烦恼会互强拆厝。我们土地的所有权人，我们自然是有权利可以拒绝这种不公不义的自办传话。自救发表态无要参与电话，嘛质疑市府核准电话计划书的单位，11名委员当中，除了2名学者，其他拢是市府以及主管，有球员兼裁判的嫌疑。最后由副秘书长接下陈情书，答应若是互权益无妥善保障进程，计划袂阁进行。原则一定优先保障这个弱势住户的权益的第一点，第二点一定会严格监督从化会来确实落实。市府后续嘛会建立交通平台，邀请徛好甲业者参与，上紧2月召开。若是民众指控徛喺附近有怪手的状况，嘛派人去了解。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去年台北市的店租是对上贵的。调查显示讲，中山区一间世界惊讶的店面哦，去年1月1个月租金就要12万5千外块，一平是租到1万5600外块，算是全台北上贵的。东区上款哦，伫疫情之前，一平是租2万块，即马一平已经达到1万1200外块咯。专家指出讲，中山市方款哦，是正受到少年人文青的介意，这几档是愈来愈热烈。台北市中山商圈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文青商圈，真受少年人的欢迎。这嘛，让这个所在成做去年台北市店面租金上贵的所在。很多就是好看的店，就是那种文青风的店，是那种小女生很喜欢来的地方。以前都逛过了，对，就这边比较多新的店。小店的关系处起来单价比较高，那主要因为商圈的特色，因为它比较偏向文青属性，那里面也有一些百货公司，那整个商圈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购物的一个 CP 值很高。专家指出，中山商圈伫捷运附近，4块里有百货公司，巷仔内嘛有袂少真有特色的店头会当踅，是啥真侪人来遮行搭。根据去年实价租金来看，中山商圈的一间小小的店面，伫去年1月份，以每个月12万5千块租出去，算算的一平就要1万5623块。不过早期现在是台北店租上贵的东区商圈，一平租金是1万1200块，即嘛排第2，显示台北市商圈的消费力大大咧转移。过去真闹热的东区商圈，店头是愈来愈少，嘛带袂少要租人的广告。可能现在就是一个触底那可能呈现一个缓步复苏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要回到过去这种单坪2万块这种比较辉煌的一个时代，可能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除了东区商圈哪像有落车趋势，受到疫情影响，国际观光客相机的西门町商圈嘛要变复苏。短期内想要恢复疫情之前的光景，恐惊是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18大地震造成花莲南区高寮甲轮天2座桥崩起，交通中断是真袂方便哦。变道伫过年进前通车咯，顶座桥的工程嘛按算讲伫今年的8月份动工。这是往回花莲玉里镇193管道，甲台九线的高寮大桥，9·18大地震桥崩起了后，在地人出入都要先远路。为了让大家方便，官府伫溪埔顶悬搭临时的便道，伫过年进前10月通车。不过居民的看法是真无同款。高兴啊！不用绕路啊！不用绕路。对啊。将会省多少时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如果是我不会走。为什么？因为很可怕那条路，因为你从下面走啊，然后爬上去啊。在地人烦恼讲便道有一定的危险性，希望新的桥会当赶紧来施工。因为这条下过秀姑乱溪的便道有800多公尺长，目前敢若日时也会当行，救灾掠外，15吨以上的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正式的这个大桥新建必须要4年的时间，那我们很希望用路的乡亲朋友能够注意己身的安全，因为这一条便桥的跨距确实太长了哈。另外，包括富里乡倒去的轮天大桥，需要重建的玉里大桥，官府向中央争取17亿的经费来重建。其中高寮大桥是9亿外，轮天大桥是2亿外，桥墩大桥是5亿外。这桥整体工程计划3月份会上线，6月招标，按算今年8月份就会当动工。
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食客进口，最近往来食客的大收了，传出讲咱国内收购的价数特别放盘，一斤只有15块到20块，订单嘛减少真济哦，尤其是企业的订单是真少。农粮署表示讲，去年是民众发挥爱国心来斗相共农民，所以嘛，呼吁企业甲民众会当继续捧场。今年的目标外销内销佮加工哦，望讲至少会当销15000吨。往来食客传出讲价数崩盘，一袋斤只敢剩15块。自从前年无法度外销去中国了，价数一开始还阁维持伫咧一袋斤60块左右。因过今年价数规个崩盘，太马里乡的农民请农会斗相共，因过农会也无法度。农民讲今年的真惨，很惨，没有去年的1/10。那你说农民怎么过？损失最少60-70万毛以上。今年的所有订单都没有来。农粮署10月发新闻稿，讲今年有关的协助农民行销，即马已经行销4000活动，可能国内抑或其他当季水果伫咧春节期间上市，互相影响。希望各人各发挥爱国心，斗相共买往来食客，台东县政府按算伫咧过年后协助往来食客做加工行销。在这个外销受阻的第一年，其实大家的爱国心是比较强烈，所以那时候等于大家都会比较支持凤梨世家。那但是今年来讲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对于可能很多企业或消费者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经常性的水果。过完年之后，可能我们开始朝向加工的方向，然后让我们这些加工业者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来收购我。有农民担心过年后价数会更加俗，销袂出去。因过农粮署强调，会用外销、内销加加工3种方式协助消化15000吨的往来食客。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幼儿园的厨房师傅，一年基本的月薪26400块，有的人做10外档咯，拢毋捌调整过薪水哦。今仔工会是呼吁县政府应该爱检讨改进。这个都市杀餐车去国校的幼儿园送餐，一天爱做3顿，包括早顿、中昼顿甲下晡的点心，全部拢伊一个人咧处理，大头是真重。不过宜兰县国校附设幼儿园的都市，所干那拢领上基本的薪水，而且阁有考核，嘛无加级。那像我第1年进来也是基本薪资，那我做10年了，我还是基本薪资。以这个县政的都市做例，已经做10几年啊，不过算是拢领上低薪水。伊一个人除了爱处理63个师生的食食，幼儿园无共阶段的囡仔，有法度报物件的程度嘛无共款，处理食的物件嘛爱有区分。比如说嘉义市，它还设计了，即使它的体系没有那么高，可是它有可以晋级的机会，让出工可以看到希望。最近嘉义市已经甲都市加薪水，而且还阁建立加级的制度，薪水上悬会当领到3万外。宜兰教师职业工会认为讲，做幼儿园囡仔的食食是真专业的工课，薪水低而且无加级，历史流动率真悬，嘛影响学校食食的品质。宜兰县应该比较嘉义市，甲都市的薪水调好悬，而且建立加级的制度。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在讨论研议相关的一些制度面。对，那我们这边也会积极建议中央能够将这个厨工的一个薪资制度经济的部分，希望能够纳入法规去研修。根据县府的统计，宜兰县49间附设幼儿园，拢总有58个都市，拢是领基本薪资。县府讲，针对工会建议，接续嘛会讨论相关的机制，嘛会建议中央甲都市的薪水制度法制化，嘛互地方有标准通好依循。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因应法顶礼拜已经三读通过，甲2050净零排放嘛肯定法案。国发会嘛早就提出2050净零转型的路径。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上新的调查是显示讲，有超过80%的民众唔知影转型的路径。不过问到讲，敢支持政府为了减碳来征收碳费，是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表示支持。不管是落超磅的大水雨，还是可汗极端气候一直在发生，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针对1000个民众进行调查，有67%认为气候变迁已经对台湾造成冲击。另外，咱国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又阁有80%的人表示，唔知影讲这2050国家净零转型的路线，咱到底是要安怎行？
民间的认知是跟现实上有很大的落差的。其实大家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这个近零碳排，从去年到今年的都差不多，所以我建议上不应该由上而下。调查显示，民众对台湾的能源结构和气候治理拢唔知头唔知尾。不过调查若问到是唔是要支持政府扣碳税，又共有5%的人表示支持。伫咧气候变迁应用法立法了后，已经有法官会当扣税，并对企业主动减碳排会当予因优惠。学者认为，这是政府为着要鼓励减碳排才做的让步。那这个从污染者付费的精神来讲，这个是相互违背的啦。基本上你是污染者嘛。你应该这本来就你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条款现在虽然立了，未来应该要消失了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10月公布2022气候变迁和能源民意调查，针对扣碳税的部分，学者指出，法国政府因为起燃料税引起黄甲运动的大规模抗议，所以政府对无支持的人需要加强沟通宣导，也要顾虑到脆弱族群的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亚洲冬季联盟已经停办3档了。去年中华职棒比赛结束，有几个少年选手得甲球团讨论，所以引起澳洲的职棒球队继续比赛。乐天桃园24岁的投手王伟君，昨转来到台湾哦。伊讲，一早去澳洲，伊感觉家己的身体素质有提升，嘛甲林主委丁先摆交流学习。伫中职2022赛程以后，就去澳洲拍球，逐工拢是大日头。乐天桃园的投手洪伟金，如今是拍甲愈乌啊。伫奥克兰翠头色队出场9场，其中6场是先发，4胜1败，防御率是3.48。伊讲家己表现搁爱进步，不过心理素质是提升真济。大家都说运动员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那心理素质就是要从场上去磨练，然后跟平常私底下的生活去尝试去问，就是不要怕失败。为比赛当中了解到家己的不足，甲世界各国无同程度的选手交流，也若中信兄弟兼甲黄宏基、女冠球员林子伟甲林辉星，嘛伫咧奥克兰翠头色队，大家拢会互相扶持，尤其是甲林子贵学到真侪物件。去告诉你，可能今天你不足的地方在哪，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去交流，就是去讨论、去沟通。对，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的就是自己在那边乱做这样。24岁洪伟金，伊的手巧有动过2届清骨刺手术，去年8月才转去一军，年这过就转到乐天桃园。伊讲伊会甲这届出国所学到的，用行动证明给球团的大家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上长退休的法国修女安德烈，昨伫困梦中过身，食到118岁。安德烈修女在生的时，有学术单位希望讲伊提供 DNA， 互因来研究长退休的原因。也毋过修女是表示讲，伊长退休的秘密只有上帝知影，无愿意提供。Je pense me retirer de cette affaire, mais ils ne veulent pas. 伊是即马世界上大家知影上长寿的人士安德烈修女，讲出即句话的时阵，伊117岁。一冬后，伊伫咧1月17号，伫咧困的时阵，安详离开即个世界，享受118岁。Oh, ça m'a fait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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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isir parce que j'ai rencontré tout ce que j'aimais et je bénis le ciel de me les avoir donnés. 安德烈修女的本名是兰敦，1904年2月11日出生伫法国的南部。26岁正做天主教徒，41岁入去到修道院了后，分派去一间病院服务31年，一直做工课做到70多岁，才搬去法国南部地中海烟花城市的安养院。但是安尼伊嘛无退休，是继续关心别人，甚至后壁伊看无，搁爱靠轮椅，伊共款去照顾减伊足侪岁的老人，因为这是伊活落去的动力。Un grand amour et de ne pas rechigner à leurs besoins. C'est ça qui est le principal.
安德烈长期以来拢是年会上大的受理，欧洲上长寿的人瑞，而且伫2021年确诊新冠肺炎，后来了变做年会上大的新冠康复者。不过世界上长寿的人瑞这个称号是119岁日本人瑞田中家主去年4月过身了才轮到伊。Alors ma sœur, qu'est-ce que ça fait pour vous d'être doyenne de l'humanité? Qu'est-ce que c'est pour vous? Une fierté, mais un désastre. Un désastre? Oui, parce que je voudrais rendre aux autres ce qui m'ont donné. 上爱照顾别人的安德烈修理讲，伊无介意到，因为想要一直互别人温暖。对伊离开，安永伊的发言人陶维达表示讲，真正足悲痛，但是因为修理，真希望讲伫天顶会当和厝内人各做伙。离开这个世界对伊来讲嘛是一种解脱。过去嘛有人想要研究安德烈修理长寿的秘密，但是伊拒绝外界，想要讨伊 DNA 请求，伊讲家己嘛毋知影啥喏活遮久，答案可能上帝才知影。公司新闻单文用编译。4000多多年前，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国际上考古的重点哦。因为讲哈雷达科技的进步，有考古的团队把瓜地马拉的原始森林拢扫过一遍，发现森林的地底下有古玛雅的遗迹。上惊人的是，有一条177公里的公路连接上千个部落，咱做伙来了解。伫规大片原始树林内底，游客软躺伫个超过3000年历史的玛雅遗迹，路边阁不闪时来出现宗教图腾为主的雕像。当地名称的西班牙文意思是守望，对车会当对山头顶悬这朴素的遗迹会当看出来。产生伫个公元前2000年，演化到14世纪尾，才互西班牙殖民者消灭的玛雅文明，以中美洲为主要的活动范围，从南边的萨尼瓦岛、洪都拉斯到北边的墨西哥南部，不时都有考古团队发现玛雅文明的遗迹。这边上新的发表研究成果是伫个瓜地马拉的北边，挖近加勒比海的平洋。也若互研究人员会当来发现讲这个遗迹是爱靠光学雷达的科技，扫描的范围差不多是688公顷一家兜，有超过26个大安森林公园的这个面积。LiDAR captured 1,700 acres or kilometers squared of terrain, exposing all of the built features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s with hydraulic systems, with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causeways, and residential zones, agricultural zones, and also how this cultural system was interconnected with the natural system. 根据考古团队发现，讲这道路系统因的总长有177公里，上宽的所在有40公尺宽，规个路面各有塔悬，比地面悬出5公尺，算是讲有现代高速公路的建筑观念，卖当去见识到离打超过3000年前的玛雅文明，因的宽容甲多元的程度。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